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到北京會晤國家文物局及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領導，就世遺保護嘅建議方案以及法規聽取指導意見，並且預計喺2月中對草擬文化遺產法案嘅原則性進行諮詢。楊懷東報導。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率領文化及公務部門官員到北京同國家文化局以及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領導會面。有關機構主要關注本路新興建以及計劃興建嘅建築物高度以及設計會唔會影響世遺景點以至歷史城區。崔世安表示，非常尊重本路關注保護世遺團體以及市民嘅意見。今次到北京將會就進一步保護世遺嘅建議方案聽取指導意見，並向國內外世遺專家作進一步嘅諮詢，佢仲包括協調同調整保護區以外嘅建築規劃。今次特區政府其實係下定咗好大嘅決心，亦都堅定不移咧，係會對呢項工作咧係擺喺好優先嘅次序同埋處理，但係亦都需要一啲時間，所以我基本上我哋已經係回覆咗咧，係完全跟文化遺產中心主任嘅意見咧，一個提交我哋嘅資料，另外一個咧作為特區政府咧係會咧係協調同埋調整好咧，以唔影響呢個世界文化遺產咧為主咧，咁樣去做我哋未來發展嘅工作。崔世安表示，聽取有關專家意見之後，會以整個歷史城區嘅周邊設計作研究，包括高度限制，亦會係考慮之列。另外，特區政府亦準備喺聽取完專家意見之後，草擬文化遺產嘅保護法律。準備咧係會咧係草擬呢個咧文化遺產嘅保護法律，同時亦有專有法規咧喺呢個法律框架下咧係澳門歷史城區嘅保護法規嘅。咁由於呢一個澳門歷史城區咧係國家第31處成功嘅世界文化遺產，所以我哋亦都會咧係去聽取意見。崔世安預計會喺2月中對有關法律嘅原則性進行諮詢，收集意見同建議，對世遺以及城區嘅發